头起先来关心这高雄在地一件意外，这是发生伫高山有一栋当咧起的26层楼高的大楼，伫半暝时啊呢，这厝尾顶是熊熊大火烧，附近的住户讲有听到这爆炸的声音，嘛因为即马大楼呢消防的设备拢要被用好势，所以分推车呢这水拢抓袂到，消防人员是对1楼 Q 水线爬起哩拍火。加在这场意外是无人受伤，也那原因还阁需要调查。消防车呼呼叫，大楼的楼尾顶已经规个倒火。高雄高山这栋26楼悬当咧起的大楼，23观点熊熊对楼尾顶倒火烧起来。因为大楼顶悬拢是高倒火帮无，4颗连灯嘛拢是大楼徛架，火愈烧愈旺，火星阁一直互风扇过来。附近住户看办事唔对，拢赶紧走出来外口。我们就是有听到嘣爆炸声，我们还以为是什么天冷了掉瓷砖，然后开始我们大楼就有人在喊了，就是顶楼起火了。有住户通报，我们才赶快跑下来看一下。我现在是很怕它火掉下去，刚刚我们就在它后面下面。因为火烧的大楼也搁咧起，消防设施无够，导火所在搁伫咧26楼，分推车水拍袂到，路尾是靠消防队员称25公斤重的装备，对1楼救水线爬起的26楼拍火。消防局表示，大火伫咧2点钟来拍火，火势无断开，嘛无人员受伤受困，详细导火原因搁需要等待调查。我们有升云梯车做涉水防护，那也有临近大楼部分也有利用他们的室内消防栓涉水做防护。工地人员有表示说，燃烧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吗？我们上去看的内容，我们上去看的是一些杂物跟一些板材，因为这是施工中的一个工地。因为分推车无够悬，最后是靠25个消防员救水线爬起的26楼拍火。消防局表示，目前高雄50米的分推车有7台，30米的有20台，会当请到20楼以上的70米分推车，按算11月要交车。高山区这几年大楼建案真多，一栋比一栋悬，要安怎来面对大楼的火灾，确实需要做好准备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